大家好，我係港澳交通頻道。時隔1個月，我哋繼續返到嚟交通月報呢個系列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開始。4月3日夜晚約9點正，一架在港註冊、獲經營往來港澳出租車嘅7人車，該司機日前喺本澳行駛嗰陣，無視現場交通標誌，闖入東方明珠巴士總站，期間更撞向一架出站澳巴7號線巴士，引致巴士車身損毀。據現場巴士職員透露，事故後警方到場，向7人車司機表明該處為巴士總站，入口設有相關交通標誌，其不被允許駛入，故即場對其作出檢控。而7人車司機事後認責，需負上相關賠責任。2026年4月11日起，15、15、15將合併為新15，取消途經路環市區、竹灣、黑沙海灘、黑沙水庫、黑沙村，新增停靠9號油庫，電牌也不再顯示9號村，而係同21一樣改為9號油庫。2026年4月11日起，52改經榕樹街，新增停靠榕樹街金峰南岸、榕樹街石排灣馬路站，取消停靠重型車輛駕考中心、和諧園營地。本澳各間高校都有唔少內地學生，因校方宿位不足，加上本澳樓價高企，唔少學生都選擇喺橫琴居住，每日經橫琴口岸通勤。但由於連接兩地嘅25B、102號線長年班次嚴重不足，用車不良，服務不到位，經常出現逼爆巴士站情況，對學生以至其他市民都構成嚴重不便。近日，澳門城市大學增設由城大氹仔校區直達橫琴口岸嘅校車服務，租用新福利金巴營運，定時定點開出，措施廣受學生歡迎，亦解決學生通勤需要。網傳新福利一架蘇州金龍9.5米爆炸品謝短號日前喺白鴿巢前地死火，巴士喺駛出總站位置處停下，有該公司車長、維修員及警員在場合力推車。期間，由於巴士橫越兩條行車線，導致現場交通嚴重受阻至接近中段，現場巴士站有大批乘客因而滯留，行程受阻。澳巴近日陸續修改頭牌設計，當中50號線往路環市區方向，由原本顯示路環市區經橫琴口岸簡化為橫琴路環市區，藉以加強顯示巴士可以直達過關去橫琴。同時，澳巴亦喺側牌內容上加入美斯美高梅永利皇宮橫琴口岸路環市區，以進一步補充途經重點旅客景點資訊。此外，當巴士抵達橫琴澳方口岸站後，頭牌內容將參照新福利嘅做法，淨係顯示路環市區，唔再提前切換以轉頁方式顯示為城市日前地同經皇朝、永利、美高梅，以更符合巴士合同嘅相關規定。澳巴近日正陸續修改頭牌設計，除50號線外，21A 號線頭牌亦作出修改，參考澳巴1年多前為21F 號線製作嘅版本，新增顯示途經新葡京、新馬路等內容，同時更喺轉頁中加入經巴黎人、威尼斯人、倫敦人等不同內容。值得一提嘅係，21F 號線嘅版本設計出街後，新福利即刻抄人唔俾版權費，目前已喺多條路線巴士上使用，但由於新福利頭牌細小，車輛垃圾，經修改後字體上顯得極為細小，引來不少負面評價，同澳巴相對清晰形成極大對比。咁今集嘅影片就到呢度，鍾意我哋嘅片記得 like and subscribe，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